為咗培養國小學生嘅共學，下個是被高校廖永昌和3間國小嘅校長組立咗3黨體樂團，行業教育。從下就希望城鄉嘅態度國小辦理校學禮儀演唱會，用烏克麗麗樂器讓國小學生嘅練習演奏，還透過客家國家嘅演唱來提高學生嘅主動獻共學嘅經驗。用18萬創作歌曲，客家歌手廖永昌同房山態度國小學生嘅互動向下來唱歌過後，在個同族同太平態度國小嘅10名高中真係3黨體樂團向下來唱客家歌嘅。去年廖永昌是啲態度國小教學生嘅談呼劇裡，發現呢度客家中小朋友對音樂動有興趣。故所最想到希望大幫來學音樂，教家到快最講客。小朋友教嘅烏克麗麗，家到嘅親友嘅音樂嘅通力來做呢個事情。故所我要結合嘅音樂啊嘅客家嘅歌謠，來伴嘅小朋友來做一個親人講母語嘅教育咩做得，嘅音樂嘅教育咩做得。態度國小全教學生嘅總共有285個，單單都係客家字體，韓國大禮拜都有1點鐘嘅鄉土教學。唔過課程主要都係呢啲教師導向教學，故所學校咪希望用無強用嘅演唱會方式，為學生嘅系統來參加。韓國全校咪辦嘅音樂派對，大幫音樂為上大家來學共學。天朝係咧拖花開，喺3號來會唱呢一個試練歌，哦，還有大家來強下來唱天公落水哈。我講呢3條歌啊，本身是咧客語歌嘅代表。我講所有帶到咧客語地區嘅為所嘅小朋友啊，應當是要唱呢條歌啊，讓唱啦哈。我有的時候會在家裡講一下，可是學得不是很好。我覺得應該要繼續努力去學客家話。廖永昌講會繼續創作客家歌嘅，除為學生嘅動簡單就好嘅曉。今年還想對台山新出發，讓客家音樂帶到新竹縣同桃園市學校。南北還想到台北市同新北市國小最共合化同音樂，台新聞網友新竹報道。